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会是我们整个合规讲座里面的其中一个，是针对日本玩具的一些合规新政策，跟大家去做更新和分享。因为是涉及到这个日本产品合规的更新，然后合规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议题嘛，就可能是包括检测。包括从认证的拿取，甚至是整合规的流程，我相信卖家还是需要不太可能卖家是自己把合规流程或者说就一切的这个认证完全都是自己公司可以完成的，好的，可能多数还是有部分流程需要委外。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STC。那它是目前位在香港的一间这个检测公司，然后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 Senior Technical Manager Benny。至于说这个 STC 公司的细节、营运的内容，然后跟这个今天分享的内容，好，我会要交给这个 Benny 来去做进一步分享。那我们是不是让 Benny 先跟现场卖家打声招呼？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呢，第一部分是日本玩具进口到日本或者在日本销售的时候，它要符合什么的安全要求。接着介绍下个月12月25号实施的一个新的规则，在上一年年尾，日本安全法规已经改变了，可能对我们玩具方面的销售进口也有一些的新的规定。同时呢，也会向大家介绍这次的改变，我们怎么去应对它，我们要采取什么的措施是能够满足它的要求。讲座的内容呢，主要是来自于在今年8月份，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安全科那里呢，向公众有一个讲座，主要是介绍它对消费品安全法进行部分修改的一个内容的概要。同时，另外一个资料是来源于了今年的9月份，经济产业省安全科也进行了一次的公众的一次的讲座，主要是讲座关于3岁以下儿童玩具进口到日本的一些新的规定。同时呢，最后我也会引用一些日本玩具标准 ST 2025年版本的一些的内容。我的内容呢，有一些可能是直接引用它的文件的翻日本的。在日本呢，玩具首先在日本销售或者进口到日本的玩具呢，都要符合日本的食品卫生法。这个卫生法呢，其实在很久以前，1959年已经开始实施了。它主要是由厚生省来负责实施和那个监管。那所有的玩具都要符合这个卫生法。它主要的是针对一些玩具里面的有害化学物质的测试，主要是化学的测试。例如，它要求玩具里面的物料呢的着色质不能够脱色，就说玩具呢浸泡在40度的温水里面呢，它不能脱色掉色出来。如果掉色出来呢，那些着色剂呢一定要使用它指定的食品级的一些脱色剂才可以使用，除非你不可以脱色。另外还有重金属呢也要符合要求，还有一些甲醇呢，如果是布料的玩具呢，它要叫甲醛的含量的测试，还有一些 PVC 的材料也要符合增塑剂的要求，还有蒸发残渣，就说你不能够你的玩具的物料泡到水里面，很多的残渣都泡出来。所以是针对化学方面的东西。如果你的产品、你的玩具进口到日本，如果你报关的时候呢，海关一定要求你提交你的玩具符合食品卫生法的一个报告。同时，这个报告呢，一定要在厚生省指定认可的实验室签发的报告。那 STC 呢，也是其中一个厚生省认可的海外的实验室。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一直都有进口玩具到日本的话，你们已经很熟悉这个的程序的了。到了2023年，消费品安全法，就另外一个法律消费品安全法就把含有小零件的磁铁或者可膨胀的水珠这一类的娱乐消闲的产品，含有这2类的东西的话，落入到它消费品安全法里面的 PS 标志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玩具里面含有小零件的磁铁，或者是可膨胀的水珠，就说你碰在水里面会膨胀超过一半了，超过50%的那一些材料，含有这一类的玩具呢，除了要符合食品卫生法以外，还要受到这个消费品安全法的监管，它要符合 ASTM F963，这个是美国的玩具标准哦。
还有 EN71，这是欧盟的标准，还有 ISO 8224，这个是国际玩具安全标准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的是什么意思？第一部分是物理和机械性能的一个要求来的。它要求，如果你含有这两类别的玩具呢，除了要符合卫生法以外，还要符合这3个标准里面的物理和机械性能的安全要求。同时呢，要在产品上面要贴上 PSC 的标志，才可以在日本销售。这个消费品安全法呢，主要是由经济产业省去实施监督的。如果你含有这一类的玩具呢，那你就要既要受卫生法，又要受安全法去监管了。后来到了2024年，也是上一年，消费品安全法呢又把3岁以下的儿童玩具落入到 PS 的标志范围内。也就是说，你的玩具如果是给3岁以下儿童玩的话，你除了要符合卫生法以外，还要符合日本玩具标准里面的第1、第2部分，美国的 ES F963的玩具标准，欧盟的第1、第2部分玩具标准，还有 ISO 8224的第1、第2部分。那第一部分刚才我说了是物理和机械性能的要求，第2部分是燃烧性能的安全要求。这个新的改动呢是上一年2024年颁布的，它会在下一个月，今年的12月25号正式的实施。如果你的玩具是给3岁以下的儿童玩的话，那你就要增加要符合物理和燃烧的要求，同时也要贴上儿童 PS 标志。这个标志是新的，以前是一直都没有的，这个新的有一个新的标志。那这里呢，这个图呢就是概括了如果你的玩具到日本的安规的要求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日本产品安全的监管4大法的一些概要。在日本呢，它消费品安全呢，为了防止消费者生命的安全遗害保护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它实行3项的制度。第一个制度就是说，针对一些风险比较大、有可能伤害人的产品实施 PS 标志制度。然后呢，长期使用的产品安全检查制度，如果对一些长期使用的，它要求有适当的维护。产品事故报告与公布的制度，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大的问题，它会要公布，同时要向大家公布它的情况。那呢这里针对不同的产品类，它的范围是不同。比如说消费品安全法，它主要监管的有13种产品，比如说打火机镭射笔一直到婴儿的玩具，这上面那个。然后电器用品安全法呢，只是针对是电器方面的产品。燃气业法呢，只是针对一些燃气的热水器燃气炉这一类。然后最后是一个议事法就是液态石油，针对那个卡式炉那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呢产品都要求要加上 PS 的标志。那个 PS 标志下面呢你看看消安法下面有一个 C 字，C 表示 Consumer Product， 这个就是落入到消安法里面，消费品安全法里面。如果是电器的话，它 PS 上面有一个 Electronic， 就是说电器的产品。如果是燃气的话的产品的话，叫 TG Clean Gas。然后如果是液化石油气的话，它 LPG。这样是分开 PS 标志里面你属于哪一类的产品。然后你看见它的标志里面有菱形的和圆形的，大家看见有一个钻石形的，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分别呢？钻石形状的这一个标志呢，它要求针对一些风险比较大、更大的一些产品，它要求你指定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以外，还有你的报告一定要到政府指定的实验室里面去做，才可以放这个菱形的标志。圆形的话，它没有指定你到哪里去做，如果你自己有能力去判断它符合国家标准的话，你也可以自我去做，你也可以找另外一些第三方的实验室去做，但是这个第三方实验室也不一定要政府指定的检测机构。所以这里有个区别，就是说钻石型的、菱形的，它的报告一定要在政府指定的实验室或者检测机构去完成。圆形的话，它没有指定，你自己做也可以，你到外面找有能力的人做也可以，你照指定的实验室做也可以。大家看见我有红色框住的这个，在2024年以前呢，没有这个标记的。刚才我说了，
这次的改动是在2024年12月，消安法增加了一个指定儿童产品的标志，它的标志下面呢是有一个小孩的脸这样的标志。我这次讲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这次改动这个标志有什么要求的。这个呢是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4大法案的概要。好，刚才我说了，进口商、制造商或者是销售商在发生重大事故以后，在10天之内一定要向政府的消费厅报告，这个也是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接着我来讲一下第二部分了，就是刚更新的一个要求，上一年年尾，在下一个月25号会实施的一个更新的内容。它这次改动呢，主要是2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刚才我说的4大法里面覆盖的产品都会影响。一个是针对在网上销售的情况的监管，它要求凡是在网上销售的海外商家，一定要在日本本地聘用一个国内的管理人。同时呢，如果你通过电商平台去销售你的产品的话，它要求电商平台呢要设立一个下架的制度，就是说，以前呢，因为如果它产品在电商平台里面销售的时候，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如果它的卖家不愿意去下架的话，那你也内套不合，那没有办法。那他要求你的平台也要有一个制度，如果当他的卖家不合作下架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制度把它下架。同时呢，刚才说了，也要设立一个申报的制度。公布的制度，就是说你出现问题、发生事故的时候要公布，同时有违反的人员的信息也要去公布。这个是针对在网上的销售，因为呢，这近几年来这10到20年来在网上销售的情况越来越多。那如果这个有一些在海外的商家呢，他不是经过正常的进口的程序把产品进入到日本国内，他是通过网上去。但是呢，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他没有人在日本国内，不能抓到他，所以他有可能不负任何的责任，找他负这个责任。所以呢，现在呢，日本这次修改的就把这一些海外的商家也作为监管的对象了。这个是第一部分的修改。第二部分的修改呢，儿童产品呢，现在出现问题的情况比较多。以前呢，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卫生法的都是针对一些物料的一些化学安全性的问题，但是对一些物理性、燃烧性，比如说尖点利边能够伤害儿童这一些呢，真的没有规范。所以这一次呢，就把这一些问题呢，物理机械这些风险呢，也归纳到监管范围。所以他把3岁以下儿童的产品落要到 PS 标志的范围。它主要的改变是这2大部分。那这个他刚才我说，在上一年6月25号已经公布了，他下一个月12月25号就正式实施了。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这2部分的修改的一些内容，不是我们怎么去应对满足他的要求。首先，第一部分最重要的大的改动就是把海外的商家也纳入到监管的对象，因为目前日本的安全法规呢，只是针对国内的生产者或者是经过传统的方式进口到日本的产品。一般产品在销售呢有3种情况，第一种是最传统的，就是海外的商家把他的产品经过日本国内一个进口商法人代表到海关里面去申报什么东西，然后把产品进口到日本国内，然后有进口商去批发，由商家去销售，这个是最传统的方法。那他在通过海关报关的时候，海关已经对产品有了一个监管。刚才我说，他要求你提交你符合安全法规的报告，那在这里他已经监管了。一般是由日本国内的进口商，他是有法人的代表是申报报关什么东西。如果他对这个产品全负责，是吧？如果有事情，那政府可以找到这个进口商去处理或者全的负责。那这个是应该对产品来说应该是有保障监管。另外一种呢，在这近10年20年最流行的，经过海外的商家，他没有经过一个日本的进口商，直接在电商平台上直接放到上面去卖，然后呢，在那里消费者下单了以后，他直接从那里配送到消费者里面。这种方式呢，
它的产品不一定会经过海关报关监督这个范围，不一定能够经过这一个，所以的话，它直接到消费者里面去，有可能有一些产品没有经过监管，它没有符合要求。同时呢，如果它的产品发生问题的时候，因为它在日本国内是没有一个负责人，他是在海外的商家，抓不到他还可以，也不能没有负了这个责任。所以现在呢，他就要求新的规定，你这一类的海外商家，你一定要在日本国内要聘用一个国内管理人来对你的产品负责，有什么事情他会找这个国内管理人去负责。也就是说，现在把这个海外的商家也作为一个监管的对象，好像正常的进口商一样，它应该也要进行登记，要符合标准你的产品。好，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海外的商家他没有经过电商的平台，他直接自己在建立一个平台，直接消费者在他的平台里面下单，然后他再配送给你。那这种情况跟刚才经过平台的情况差不多，他的产品也是没有可能经过海关的那一部分监管了什么东西，所以现在也把这一类的海外商家落入到监管的范围，也把它列为特定产品的进口商，他也要聘用一个国内的管理人来对他的产品在日本负责。那特定产品进口商跟普通进口商有什么区别呢？特定进口商就是刚才说的是海外的商家在网上销售啊，这个叫特定产品进口商。普通进口商呢，刚才说了传统的方式，经过海关一个日本国内的公司，一个进口商经过海关进口它的产品进去的，这样的两个进口商，它有什么分别呢？主要分别刚才已经差不多说了。如果是传统的进口商，普通进口商，产品是报关的时候由他是申报的，就是说你要申报你的产品的情况和你的进口商的资料什么的，他要经过他的申报，所以他的资料在监管部门里面已经留下来的了。那与特定进口商呢有什么不同吗？他是在海外，他在国内可能是没有公司，但是呢，这个特定进口商呢，现在要在日本国内要聘用一个管理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对产品负责。那它的区别就是这样传统进口商他不需要一个国内的管理人，他自己就是日本国内的产品的负责人。海外的商家呢，如果他在日本国内没有公司的话，他就要聘用一个日本国内的管理人，对他的产品去负责。同时呢，这个海外的商家，这个特别进口商呢，一定要把他做了自主检查的记录的副本，就说他检查他的产品，证明他的产品合格的那个证书啊，或者是声明的东西，又把一个副本交给这个国内的管理人作为他的证明。那日本政府的管理机构会对这个国内管理人实施一个现场的检查，比如说产品检查的时候，这个管理人一定要出现，要配合。如果政府对一些处分呢，或者要求你出示一些安全的证书这一些事情呢，这个国内管理人一定要配合，要提交，代表你的海外商家去提交这些证明文件。传统进口商就不需要这一部分，因为他全部负起全部的责任了。现在在网上销售的海外商家，他在日本国内要聘管理人，这个管理人他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准则呢？不是随便的一个人呢，他要求这个管理人一定要在日本拥有住所，他真的是那里的居民或者注册的公司。比如说你要提供证明啊，这个比如说如果你有公司的话，你要在日本国内商业登记的证明啊，还有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可能要你的身份证啊、你的居住证啊，这些证明你是在日本本地的公司或者人，是法人或者是本地人，是这样。然后呢，海外的销售的商，你要颁发一个授权书，要有个证明就说是的，我已经聘用了这一个日本的公司或者人是我的代表，我授权给他。如果你有什么管理机构有什么要求处分或者什么通知或者什么检查，你可以找我的代理人代表我，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明，一个授权书。同时要有一个保证书，就说你们要保证这个国内管理人要保证我的产品是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同时这个国内管理人呢，他要会日文，会讲日语，能够沟通没问题。
要提供保证书，这个很简单咯。如果他在日本会受教育的话，他有他的中学啊或者什么的证书都可以了，应该啊，他就已经可以代表他有这个能力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合同关系，国内销售者要有一个跟这个国内管理人要签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呢，你要提供一个副本给这个管理人。合同里面的事项呢，主要是有下面几项了。合同里面应该写清楚你们跟日本产业省那里的联系的一个制度，比如说国内管理人的电话或者邮箱是什么，国外销售者的一个联系的电话的资料，然后你还要说明你们联系的时候采用什么方式，同时呢，也要说明这个国内管理人跟你国外的买家是怎么去联系的。比如说每一个月联系一次，或者是每个星期联系，它主要是要保障你们找到他，互相找得到，互相可以找得到，出现问题的时候找得到你们。你们内部国外销售商跟国内管理人有一个联系的一个方式，同时有效，同时产业省也会找得到你，要说明这样的关系啊，这个合同里面。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你合同里面也要写清楚，当发生回收出现问题回收的时候，代理人、管理人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代表你国外的卖家要负起这样的责任的一个合同。还有就是说，如果有处分啊，比如说刚才说罚款或者负起一些什么责任的时候，这个管理人跟国外的销售商也要负起这个责任的一个合同。还有就是说，你要说明国外的销售商要把这个检查合格记录的一个报告或者是一个文件，要把一个副本交给那个国内的管理人，同时怎么保存这些事项也在那个合同里面要写清楚。同时呢，还有就是说，如果监管机构要求你有一些事情，比如说要征收你一些的要看你的检查的记录，或者要到现场去检查这方面的事项的时候，你要写清楚，你的国内管理人要负起这个责任，去跟政府的机关去合作。他的合同大概的内容就包括这一些方面的内容啊。最后呢，国内的管理人当然也要有一个保证书哦，一个声明说你要做合法的事情，这个其实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声明哦。这个就是说，你聘用国内管理人的基准是这一些啊。这个管理人呢，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个人的。是日本当地的一个法人。国内管理人的义务，刚才说了，他要保存这个检查记录的副本，有一个副本去证明你这个产品是符合日本法律国家标准的一个报告的副本。同时呢，你还有一个义务，就是说，当政府的监管机构要求你提交你的证明你的产品合格的报告的时候，你要有义务提交。同时，他要进行现场检查，或者是产品要回收啊，或者是什么要整改的时候，你要配合，要有这样的要配合政府的这个义务。如果你违反这一些没有配合，那的话，那政府就会对管理人实施的处罚，就是说你要负起这个产品的这个责任的。除了这个义务以外呢，他还要求国内管理人呢每一年交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主要是报告你的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联络的方式的一些资料，同时呢要报告你跟国外卖家联系的机制是什么。就说他要求你提交这个报告的目的呢，是怕你可能跟外面的卖家可能联系的方式不那么有效。就说如果马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他要求你每一年都要提交这样的资料，他避免你可能找不到，可能那个卖家跟你的联系的方式没有效率，或者是找不到他，所以他每一年都要你提交这个。同时呢，如果你这个管理人呢，如果跟产品的进口商，就说国外的进口卖家呢，如果他已经解约了，就说不再做他的国内管理人了，你要在解除日时的前30天，提前30天要通知监管机构，因为他这样的目的是他害怕呢，如果他开始是聘用一个人，可能过了1年了，过了半年了，他已经再没有聘用了，他继续去销售他的产品，他是这样啊，他要求你这样的情况。国内代理人呢，他要申报，每一次在进口业务申报的时候，业务变更申报和业务终止申报的时候，他都要求你申报这个代理人的情况的
原则上呢是由这个海外的卖家去申报的，但是你也可以允许国内代理人进行申报。这个申报主要是申报国内代理人的资料啊，每一次都进行业务申报啊、变更申报、业务终止申报的时候，都要去申报这个代理人的情况的。这个申报呢，它在9月份，我知道9月份25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呢已经建立好一个网上的一个平台，可以在网上去申报的了。现在之前呢，它基本上有3种形式你去申报的。一种呢是经过经济产业省里面建立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去海外商家可以在那里去申报。那你把你的资料申报上面去，国内代理人的资料啊，什么东西啊，全部那些合同啊、合约啊，然后他会审核。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足了，要求你再加补交。如果审核结果已经通过了，他就会通知你了。还有一方式是电邮，还有经过他的网上代理去做。那这几种呢情况，这个平台呢已经开通了，在9月25号已经开通，你们可以现在有一些商家已经在用的了，你可以尝试用。到了下个月12月25号就正式一定要通过这里去申报的了，现在开放给大家可以试用啊。另外，它这次的改动呢，部分的改变呢，也针对网上的平台的提供者的责任，它有一个义务，就是说它一定要取取措施，防止危害的产品，就把那个不合格的产品、回收产品要下架。因为呢，刚才说过，海外的卖家把东西寄在你的网站去卖，但是产品发生事故的时候，因为他在海外，他在幕后，他有可能不愿意去配合去下架什么东西。这个时候，监管机构要求电商平台要负起这个责任，要把这些产品下架。不一定要经过卖家自愿性的，他有一定要这样的责任。他的责任其实都是避免这些不合格的产品继续在网上去销售。好，第二大的部分的变化呢，就是在产品安全法里面呢，把3岁以下的儿童玩具落入到那个 PSC 的标志里面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产品是玩具给3岁以下的儿童的玩具，你到下个月25号开始，你就要在你的产品上面加上一个儿童特定产品的标志，就是这个圆形的标志，有一个小孩的脸的这个标志。下个月25号进行的实施的了啊。如果你在网上销售的话，它的流程呢，刚才是介绍的，也要符合。你要聘用一个国内的管理人，同时你要买保险，这个大家肯定也知道了，经销商要买一个保险，对你的玩具要买一个保险，然后你进行你的业务的申报，通过这个平台申报，然后你3岁儿童的产品呢，你要贴上3岁以下适用的年龄和标志啊，然后你企业要自主的去检查，你要符合国家的指定的技术标准，比如说物理和机械性啊、燃烧啊这些要符合。然后你要把这个检查的副本要交给国内的管理人，然后贴上这个 PS 标志，然后才可以去销售。你新业务申报的时候呢，你要在网上申报，然后你要提交上传一些资料。刚才说过了，你的产品你能落入到什么的产品的分类，你要在表上要填上去了附件，然后你的买的保险，然后你要填上你的在海外有海外的商家，你的地址名称，你国内管理人的授权那个证明啊，你国内管理人的身份的证明啊，那些东西，你的跟他的合同啊，这一些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你要全部都要上传，这些资料都要给到政府那边去申报。那3岁以下的玩具呢，主要是针对用于玩耍的物品，属于玩具的范畴，才是落入到 PS 指定的儿童玩具里面。它主要是3岁以下的。他要求这一些产品要符合物理和燃烧的技术标准的要求。那怎么去判断这个年龄呢？它是主要是针对按照 ASTM F963 美国标准里面有一个 NSE 里面有一个年龄的判断，或者是 ISO 8124里面也有一个 guideline， 就是一个判断年龄的一个指引。它主要判断的一个情况呢，主要是针对家庭用的玩具。如果在医院呢、托儿所使用的玩具呢，它不受这个监管范围，因为那一些呢有专门的管理人去监管。同时呢，如果那个标准呢不是
针对3岁儿童设置的，比如说你的玩具是3岁以上的儿童适用玩的话，那也不纳入这个范围，就说不需要这个 PSC 的标志，儿童标志。另外一种产品呢，不落这个监管的范围呢，它的产品已经受到另外一个法律监管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一些儿童的童车、3人车，或者是那个自行车、单车这一些呢，它有一个在日本有一个 SG Safety Good 另外一个标志的限制的，这个就不落入这个范围。还有一些呢，它的用途不是去玩耍的，比如说一些体育用品啊，或者一些扮演的服装这一类呢，因为它虽然是给3岁以下的儿童去玩，但是因为它主要是用途不是用玩耍的这一类都不落入到这个监管的范围。那这些3岁以下的玩具呢，符合什么标准要求才可以满足这个法律的要求呢？主要是说你要符合以下这些标准的随便的一个，比如说 ISO 824的第二部分，或者欧盟的 EN7C 第二部分，或者 ASTM 的部分，或者 ST 2025这日本玩具标准的第二部分，这个就可以证明你的产品符合了消费品产品指定儿童产品的法律要求了。这个记录要保存3年，它没有指定的格式。你也可以委托到外面的检测机构去做，也可以委托去做。一般你委托到外面第三方的实验室做的话，它的报告基本上已经包含了要记载的事项了，比如说它有你的产品的分类啊，它的情况的性能什么样啊，它的检查的报告的日期啊，谁去检查的，检查的数量、方法、结果这些，如果你委托外面的实验室做的话，一般都包含这些内容的了。那这个记录一定要保存在你们的海外的箱架里面，同时你要把一个副本交给国内的管理员，以便他当官方要检查的时候，他能够提交出来啊。如果你是3岁以下的儿童产品玩具，那你除了要自我检查符合以外，你就要在产品上面要贴上 PSC 的标志，同时呢，你要提供你的生产者或者是你在国内销售的公司的名称和地址，同时要适用的年龄要提供，也要有一句话需要监护人看护的说明。同时，如果你的玩具有一些关乎到要注意的事项的话，也要在这里声明说清楚，要贴上这样的资料，才可以把你3岁以下的玩具销售到市场外面去。那这一些都要用日文去提供的。那这个标示呢，它没有规定它的格式大小，你可以在它官方的网站上下载，然后按比例的去放大。这一些资料呢，它不一定同时放在一起，你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放在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看得到的地方。你可以在玩具上面，也可以在包装说明书上面，但是你一定要清晰，要看得到。那这个是实施的时间了在下一个月12月25号之后，全部3岁以下的玩具呢就要实施这一个的变更，要贴上这一个指定儿童产品的标志，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销售了。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如果我们的玩具有包装的话，标签有包装的话，除了刚才法定要求的安全性的话，它还有2个法律大家也要注意的，一个是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还有一个是包装容器分类的循环利用法。我相信你们最佳的朋友已经很有经验去做那个玩具的话，它的包装上面可能已经留意这个一个也要了这里我揭露了一个生产商一个标签大家可以看得到，它里面有一些环保的一个标签，就是说那个容器的。同时呢，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也要说明你要标明你的产品主要的材料是什么东西，大家也要考虑要遵守的。除了刚才那些是法定强制性就规定一定要做的话，在日本玩具的安全还有一个是自愿性的一个标志，是 ST 的认证标志。这个是由日本玩具协会 JTA 去建立的，它主要是给它的日本协会的成员去的玩具产品是申请的。它主要的目的是保证你的产品经过它认证以后，保证它满足安全的要求。同时，如果你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协会也会帮助你去处理是打官司也好，如果是赔偿的话，也会帮助你保险赔偿这些东西，它会保障成员要申请。它适用于14岁以下的玩具，
它主要是按照 ST 2025年的玩具标准去实施的。如果你申请的满足它的要求，它会颁发这一个 ST 的标志在你的产品上面去的。这一年它 ST 的玩具标准也更新了，它按照刚颁发了，就是日本政府产业省刚改变了那个法律，它也更新了它的标准。以前是2016版的，现在把它改到2025版了。它是把所有这些的更新的一些比如说标志什么都放到它的标准里面去哦。第一部分主要是物理和机械性的，第二部分是燃烧的，第三部分是化学的啊。它化学的方面呢，它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它卫生法里面的大部分的内容了。就说如果你满足了 ST 2025版的 ST 的标准的话，基本上都满足了日本的玩具安全的要求。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你不能拿着 ST 2025年的测试报告直接去日本海关去报关的一个文件哦。因为刚才我说这个标准虽然它覆盖了卫生法要求的一些测试，但是它不是法定的一个标准。所以一般来说，虽然你做了 ST 2025年的化学测试，大概全部已经覆盖了那个卫生法的内容，但是你还是最好要求检测机构另外给你出一个是符合卫生法的独立的一个报告，不用再去特意的再做，可以直接把那个数据传进过去。因为海关一定要看到你符合卫生法的一个报告的，你拿了 ST 2025也是不能通关的，是这样的情况。那 ST 呢，因为它标签已经改动了，所以它也把这个 PSC 针对3岁以下的儿童的产品呢，它也把这个加到它 ST Mark 的上面去。它会在上一个月25号也正式的实施，跟法律一起的实施的。但是它9月25号已经接受你的申请的了。好，我今天因为比较赶急哦，内容比较多，说了差不多1个小时，所以我后面那个比较赶进一点。那到现在有点时间的时候，我简单的介绍我们 STC 的情况。STC 呢，主要是总部设在香港，是一个独立的第三者的检测机构，是非牟利的机构。在日本也有我们的子公司的一个办公室。我们在大陆的大部分的地区，在越南、美国、德国都有我们的子公司，总部是在香港。我们是日本厚生省指定的、认可的一个海外的实验室。那我们的实验的做事的测试范围有测试啊，有验货了，有认证呢，技术支援呢，这一些，如果大家有关于到日本玩具测试方面的，可以找我们。这次测试的流程，你可以在我们的网上去下载我们的申请表，填上申请表，盖上你们签上名，然后盖上章，有什么要求测试什么的任务的话，可以去选择，然后把这些样品或者申请单可以寄到我们在香港的地址，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去报价给你们，一个确认以后，我们就开始测试，在7到10个工作天里面就可以测试报告的了。如果我们收到你的付款以后，我们就会把电子报告发送到给你们的，这个大概的流程啊。你们寄送样品的时候，最好是附送这样的资料，比如说明你的公司啊、名称啊、地址啊，然后寄到我们的公司，方便我们去联系你们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有什么技术上或者是测试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2位同事，这里有他们的电邮啊。我今天的讲的内容大概是这些，刚好是1个小时之内哦。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拿出来分享，大家讨论一下哦。Ben，你请问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听到，我听到你的声音。好 ，OK， 那我附送一下，就线上有一些其他的客户的问题，我帮大家询问。那其中一个是我们刚刚分享到很详细的这个检验的步骤嘛。那我们知道12月25号开始日本会有这个法规，所以你会建议大家提早多早来准备，就大概需要多久的作业流程，可以顺利的把这个产品进口到日本。其实呢，在9月25号，日本政府已经把这个平台已经建立好，大家可以试用的了他要求呢，下个12月25号。之前的产品的玩具或者是产品进入到日本呢，还可以不采用这个 PS 的标志，但是你12月25号以后进入的话，一定要实施这一个的新规的了。等于说在进口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查核这个标章吗？在产品报告12月25号那一天开始就要查了，你之前的话还可以不用查。但是你进到里面去呢，你要有证明，就是说你进得去，
没有 PSC 标志嘛，在销售嘛，是吧？你一定要保留你的证明，说我这个是在12月25号之前已经办好手续的了，就可以了。那如果他需要取得这个标章啊，你会建议作业时间多久？比如说2周、1个月、2个月，建议大家多早提早跟你联络。OK 大概我提议你提前2周就可以了，因为主要的问题是你要拿到一个证明你符合物理、机械和燃烧合格的证明或者是报告。检测机构一般收到你的样品以后，一般是在1个星期之内或者多一点点，应该已经可以签发报告，合格的报告。当然你要合格哦，如果你的产品不合格的话，那肯定没办法。一般是可以2个星期可以做得到这个情况。当然了，你的标签你可以先印刷好，明白我意思吗？先搞好，预计你的产品肯定合格的。2个星期，但是当然了，你保险一点，你害怕就是说可能中间有发生一点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提前1个月更加好。到现在已经要开始了啊。我们还有时间有点紧迫，不过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哦，因为大家在问说，他们知道现在有这个新规，就是这个 PS4 的新规要找一个国内管理人嘛。那通常目前的做法会是怎么样执行？因为大概看完规则知道说要有一个日本当地公司啊，会日文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位国内管理人？你们现在有比较明确的对应方式吗？还是说大家只能自己去当地找配合的伙伴？然后另外就是检测报告出来之后，除了日本以外，可不可以通用其他国家？好，那国内那个管理人呢，其中有几种方法的。一种呢，你可以找一个你相熟的，在日本有一个公司一个法人的公司，你跟他签一个合同，总之他能够承担你这个产品在日本销售的所有的责任就可以了。或者是你也可以找一个日本的居民，当地的一个，当然是你要跟他信任他跟他熟悉他了一个居民。刚才我有说了那个能力他懂日文。他能够合作，当官方对你的产品要求你提交报告同时如果他说要检查，要对产品检查上你要求陪同，要陪同他到2到3天里面去合作，给产品给他，或者是他有些指令要求你对产品要回收，或者是对产品有什么的指令你要合作，这样就行了。这样一个公民都可以。当然，你跟他签的时候一定要满足刚才我说要全部那个文件要齐全了，你要有一个授权书给他我是授权他代表我的啦。还有你跟他签同合同里面应该有的内容包括他的联系电话是什么，我的联系电话我们跟官方的联系的方式是什么。同时呢，我们会保证每1个星期都会联系一下，就说他害怕外面的买家已经跑了。或者是国内人也跑了，大家联系不到，他要求你有一个平常联系的一个机制，让官方能够保证你们有联系的，他可以找得到的，同时有效的，是这样的一个合同里面也要写清楚，同时也要写清楚，你这个国内负责人还要为国外的卖家要负起什么责任。明白刚才说那些责任了检查什么责任，同时呢，他也要保证，我要做合法的事。理解，好，谢谢 Benny 的说明。然后其他的卖家问到这个其他国家的部分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在私底下去，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法规跟每个产品在各国不一样嘛，所以如果是日本以外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 STC 去做详细的说明。然后最后我非常快再问一题，因为这个也是蛮多客户都在询问的，就是因为大家因这个新法，他们不太确定说这样子的检测的费用大概会落在多少当然啦，每一个产品它的报价一定不同嘛，只是说STC 这边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或大概的 range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基本的收费这样。那我就让阿Janet去讲讲那个收费的问题。大家好，我是 Janet。那个测试费用的问题，我们是按照那个物料来报价的。因为比如说你那个 ABS 跟那个 PVC 或者 PP 那些塑胶不同的话，那个价钱也是不同的。所以呢，我现在没有那个具体的价钱给你们参考，但是你可以给我那个 BOM，然后我看完之后可以给你们报价。
了解了解。好，所以大家通常啊可以抓的方向是针对你的产品有不同的材质，那当然是越多材质，可能它的收费的层级会高一些。那实际上怎么收费，大家可以在询问的时候把你们材质详细的成分表附上去，那 Janet 跟 Benny 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这样好哦。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问答就先到这边，大家会后啊，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这个在画面上都有这个 Janet 跟这个 Relay 的联络方式，大家可以会后再去 case by case 询问。这样好，那就不耽误大家时间预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的时间，也再次谢谢这个 STC 的 Benny， 好，这非常完整的一个解说，然后也谢谢大家，拜拜。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